sen ne以后水天哦，一步走给一层风哦，莫啥莫西该土地呀，莫啥莫西该土地，莫啥莫西给土地哟。树风又调，笔筒又水天又深，生命般呢，给山不能可以是个给予嘎不。哦，吼吼吼吼。絶対帰ってくるんですよ。私は待っていますから。内地へ行く少年校翼の選手を募集してるのはなんだろうな。女生你就被缠稿了，那是不是去中美收窄呢？モドコ。総督が馬撃を受けた。え？那モドコ心里没有他了。祖母，祖母，莫洛克，阿平，阿平，爸爸，祖母，当时迄叔叔啊，做咧转医的。做伫转戏耶。昨晡日垃圾又风霜天空拢黑色，讲日本挑风的。他就会真正大说嘞。会会中不卡嘞。よかった。莫洛克，会会中不卡了。如果日本挑風咧，你嗰種日本朋友用個啥？人哋唔叫我應個啥，也攞背人來，後面就調燒。做得平安就好。總算轉來。係啊。豆上，你看，你要新呢。你用啥？先整理东西。赶紧看去就空了。有咩事情啊？没了，你看去就的事情，赶一下就转哈。迄市啊这边哦，最近是足闹热的。学长，学长，哎，安桑，你倒来啊？啊，所有因敢拢平安？有啦，拢平安啦。恁看到锁定无？我看哦，伊唔敢倒来啊啦。学長さん。すまない。以前言っていた過ち許して
いただきたい。甲早所长嘛对咱袂歹，伊安尼嘛是无愿意的。安桑，你讲安怎，阮就安怎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すいません、首長さん。今最優先のお仕事は？いや、上からの命令は全ての文書、人員、財産をまとめて中国政府に渡すようにと。咱即马就是要整理资料啦。首長さん。はい。これ。持っていってくれ。あの家はアンさんに託したい。いけません、首長さん。みんな長い間お世話になった。中国政府が来るまで口書を頼む。你放心啦，即马已经是阮家己的代志啊。首長さん、同行します。愛さん。はい。もう監修書のこと任せたよ。はい。首長さん。はい。部屋ですか？信用してるよ、アンさん。もし承諾しないならわしは怒るよ。いやいや、あれも政府のものでしょう。どうしてわらしか。誤解しないで。この部屋はわしが頑張って手に入れたものだ。ただ悪いやつに渡すのは嫌なのだ。わしのためによろしく頼むよ。いや。こうしよう。5銭はあるかい？え？これで商談成立だ。所長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、アンさん。わしは明日返還町へ行くから。なら明日お送りします。いらんよ。早く帰ってあげなさい。この頃家族はみんな大変だったろ。早く帰って整理して早めにわしのところへ移りなさい。はい。首長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上阵了嘞！我吃饭了哦，毛泽考，马天树。毛泽考，马天树。嗯。毛泽考，你若到上好室内밤餐来。唔是。哦，哪会讲日本伊会走咧？
我后面会教你分法，后摆毋是阁嫌我多苦的。唔过嫌管的，你不加嫌无要紧啊。好啦，这东西都整理好吗？他讲讲天公只有省长整理啦。毋是，因为天公日研究会晒掉的。晒掉？实际上，我若好好照顾家母的，若出到安样毋好，不过继续坚持。我迄想讲，天公应该呛人，老母开东西整理下，做一摆办过去。算紧的哦，唐公记来面出的某的主动态呢。我得讲，安尼会有问题吗？若要懂事哇，根本伊就通讲，用日本伊的某的本人唱。安尼，敢喊我去？行一铺算一铺啊。安尼就好啊啦。这间厝哦，真水呢。怀兴，安尼刚好。哎呀，你莫看这块白啊扑扑呢，这块哦是咱的护身符呢，你知无？这北京话来讲，叫做千里好兵啦。我得讲，是是。我得讲只，我去跟他等呢。我得讲，你做好多菜。嗯。内桑。我有甲阮岛上参详，我想要带囡仔转去亚马达山谷出一逝，互伊阿公阿妈看孙啊。我嘛想要去看亚马达山，甲伊拜见。恁岛上安怎讲？伊讲美国伫日本等2件事8个档，是足侪人的，而且。亚马达山古厝离広島無偌遠，我島上袂放心，叫我搁等一陣啊。恁島上講了有道理，你等局勢較穩定的較搁去。即擺佇遮心頭最亂，想要較早去看。你一個人去當然嘛不要緊，啊，毋過囡仔咧，你要考慮到囡仔的安全啊。囡仔回去也未啊？哈？好啦，这几天我饲你的时阵，你脚狗足疼的，足够食，够食好，更够大汉。一次比。
哎，这箱较等下搬，这箱的先来啊。较细粒的呢？你是创啥？安啥？啊，恁哪有用通我过来啊？恁两个来这间厝要创啥？你讲这间厝啊？这间厝我已经帮新来所长订好啊啦。哪有可能？张小小长才家己厝交我咧。安啥？那你嘛拜托的，但即摆政府就拢已经换人啊，啊你搁咧笑像日本人的施舍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先占先赢啦。啊，这间厝已经互新来所长占去啊。你若想要住大厝哦，边仔附近踅踅，找看卖有无啦？安啥？人咧讲啦，小惊雄啦。啊，即摆趁日本人打走尔，心肝掠啊雄的，安尼毋才会当做大代志，你知无？你莫是小鬼哦！你是无落来哦。东山，你怎么来嘞？啊，出发了嘿么？你再来啊！你又会出怂啊？因为呢？无会分轻戏尖戏的，讲嘛显尖显痒，我实在谈唔到迄眼张尾。我说你就老给熊大。阿长，赶紧来转啊！接手个官来啊，足歹的，较紧的。那看守所里所有人员全都集合齐了吗？什么？没人听主人话呀？我是说的所有人全都在这儿了吗？安啥？咱新来的中官，你该记着一个啦。长官，你好，我是李安平，是之前这里的职员。哦，总算是来了个听得懂人话的。好，看来嘛，这日本鬼子全离开了。我呢，是新派任的所长金峰，啊，这是派任令，啊，李家，让大伙都看一看。看懂了吗？看不懂啊？解职两个字不懂吗？解职就是不续聘用。是啥啥？你讲，你甲恁两个人洗头无？哪有可能啊？哎，所长啊，啊，我们不是都已经讲好了？国家就地有光照，造反了！这是命令，命令不懂吗？把他们俩给我赶出去！是。哎，所长啊，啊，你要我做，但是我拢帮你做好，啊，你来讲话无算话啦。其实呢，我并不希望一到任呢就把旧职员全给解职了，只不过政府再三叮咛，凡举军队、警局、监所，务必要任用能以北京话沟通的人员担任职员。啊，我只是顺着上级的意思行动。他们3个人以后就是你的新同事，认识一下。张东、田心、于小楼，李安平。嗨，嗨什么嗨呀？你那个鬼子的口气还不改啊？有。你的资历呢，我是看过的。你读过《汉书》，去过唐山，过去呢，在这儿干的是书记，没错吧？
但是你在日本鬼子的手下做事儿，成绩越好，代表你那个奴化的程度就越深。从今日起，你的职务由张东取代，听见了没有？是。你就先当一般职员，负责行政部分，知道了？知道。用不要你啊？是你所专用的呀？乡村倒来，其他的都不因此条路的。啊？电轻伊要下，其他某的拿来做引擎，本身的小少，要强用不因此条路的。用不安尼啊？从繁阳通山来，以下的就无条路的。咁会输样用吗？根本伊迄无啊，不过安排就唔对的。他讲，你开好个动地。佢哋想一下安乱，我本期安做戏啊。用做的，亚戏师会好好学北京话，安排听说用会多。不过会懂难么？唔怕，多上会讲啊。家他讲，我讲还好么？家长咩爱强下好。是唔够，干么？还没下啊。所有的事情，只老爱上爱无强用。一切都变到让日本时代无强用嘞，连两面丢应该是。一次比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怎么看？现在要不要回去？无啦，就过来看看啊。了拢无我熟悉的人啊。好啦，互你看。这是啥物啊？课初中的报名单。
你敢袂要搁读？我嘛唔知影呢。你去做，你搁会记得较早迄个诺贝尔神拜无？我会记啊，迄个时阵学校有人去做少年宫，但毋过敢若无人转来呢。你搁咧想诺贝尔神拜啊？无啦。我名带来互你，我先走啊。哦。唔点样诶，6年生嘅好好去，多上嘅西见来见多，咩见来见出，身体变到冻差，多上就冇时间搞挨白金发咧，硬吃到好教都唔好教。连平，是。这文件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写的？当你还是鬼子走狗啊？现在是中华民国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再敢犯半点错误，你也甭想干了。滚！花店看守所。是。中华遥远旗手。是。是。我会提高警觉。是。大伙儿注意了，刚才台北来了电话，说是呢治安欠佳，要各地的警局、监所全都提高警觉。安静。咱们这儿呢也得加强防备，凡举犯人的管理、放风，全都得加强戒备。从明儿起，大伙儿轮流值班，都听见了？知道了。你转来啊？歹势，我用电研究。当年做案件，身体看袂得冇啊？冇问题啦。我是啥冇？唔是，以前伊说啊，唔要亏咧，所以哈电工也就做。要不会唔紧错诶？我本身谁看到冇？唔是啦，可能也报的做事较巧，所以到无就好诶。遐按久哦，唔做按遐早下班，迄唔是新的小酒，都难体条。当然体条迄无相关啦，我嫌麻烦就好诶。真麻烦，咁我爱生意哦。呀哈，我会成本推的，我必跳摆。阿弟啊，可能做到暗忝，那实在唔盼得。先生有问我，我去纪录片做总监帮伊讲哦，我喺想哦，因做啲种菜啊、煏鸡，安尼生活应该就冇问题嘅。迄讲真经冇办法，冇大考国家半年要毕业嘅，佢做第六都无卡天数。做唔对啊，工人会艰苦，又没有本钱托出做。我会
弟，妹妹忙去到厝中啊，莫讲참事啦。好啦好啦，怎讲？我先去洗身。綺麗だ。你鱼内底吼有一寡杂音的，啊，你暗时咧困的时阵，敢会做歹喘气？有当时啊，会感觉一口气喘无啥会过来。先生，我咧烦恼伊敢是计较苦？恐惊的就是安尼啦。这人的戏吼，若开始有问题，就会一世人拢缀掉的。啊，我先开一寡药仔互你食，也毋过我建议你啊，赶紧去找一间较大的病院，照正电工者。即马工课遮无闲，哪有时间去？哦，你工作的压力足大的遐。较早的同事拢互赶走啊，剩我一个。逐工上班，互徛东徛西，即马拢烦恼讲，是毋是倒一天会轮到我？为欢迎来接手开始到即马才无偌久，结果咧，该来接手啦，根本都是无法无天。迄欺负本岛的人就莫讲啊，走私的、偷卖物件的是几堆哦。这款乱象啊，若到一个坎站，一定会爆发的。对啊，我是烦恼，到时阵这百姓若乱起来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对啦，安啥？讲到这吼，我有听伊讲，花莲港迄边打组织一个殡仪物价委员会，有邀请我参加，我嘛按算要来参加。无规矩安尼啦，你也来加入啦。先生，伊即摆伫公家机关咧食头路，若互人知影，会足危险的呢。安尼嘛对啦。无好啦，按啥？咱就莫勉强。来，麻烦你。先生，啊，多谢啊。我倒来啊。阿莹，来，我甲你介绍者。哦。伊是我的远亲啦，叫做阿莹，来花莲写生的。啊，这位是哦李上，伫看守所的李上，阮拢叫伊按上。啊，伊是因太太。你好。李长你好。李太太你好。你好。哎。按叫无看到。按叫无看到。系啊。哎呦，可能唔记得啦。几啊年前，人伫火车站读到过啊。当时，咱带队就写唔完。新竹做好搞。系啦。
兴哦。安拄哦。伊哦命好啦，因赌场生意做甲做好呢，要叫伊回来继承家业无？伊拢无兴趣呢，一心想要做一个画家，什么名利金钱，伊拢无看在眼内呢。做画家嘛真好啊，这个社会哦，需要加一寡像你这款的少年人。阿姑，恁无闲？无就是安尼啦，我看看听有啦吼。一次比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哎，干什么的？过来。这啥东西啊？八嘎呀！八嘎。报告，听不懂。包里的东西呢？要包煮的东西啦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长官，他是我朋友啦，他是一个画家。你不是看守所李先生？是。告诉你朋友，晚上别乱跑。会。走。医生，俺只说唔会啦，要得病的啊，连挖土的东西都管唔实啦。也弄不会动乱，那个生意掉的，那个没事情就做了去转。俺拄好请先生，让伊向我转。啊。安嫂，你伫恁办公室，敢有听到什么消息？无呢。啊，毋过今仔日办公室同事拢足紧张的，尤其是所长，佮特别要求大家甲犯人顾掉。我为昨昏打电话去台北，都一直拢打袂通。啊，今日透早有一位为宜兰来的书生偷到下讲哦，台北发生动乱啦。真正烦恼的代志，真正发生。祖妹，到啥啊？咩事情啊？他也不是出事情呢。啊？亚蛮那动乱，有什么吹一滴吗？哦。那门真好。哦。好。今年台湾历史上清代的动乱228天都台北发生了。8年虽然看不出有咩变化，不过街路上有一种紧张的气氛。
歹势吼，即摆先生咧开会，你搁等一下，到就甲你叫啊吼，小坐一下。唉，台湾即摆已经有足侪所在发生动乱啦。听讲高雄嘛有人起来抵抗啊，社汉伫咧台中嘛有组织处理委员会。我咧想哦，咱花莲嘛应该头好准备啊。对，无毋对。好，我马上找人来。交代他。再会。顺行。是嘞，互你等遮久哈。行较慢的哈。啊，倒位无爽快？哦，去干唔着啊。哦，请坐，请坐。什么进来？1947年3月，通乱烧得发连，给路风可是没平静。班长，让位！班长，班长。你用的无？你要安怎怎算啊？哦，那你确实小无限啊。也好，俺两个要吃饭一摆哦。刚才送饭丢迄本啊？唔是，也脑尾动危险，无什么出去。俺要通讲哦，假如风又通乱，也很用的啊。情形都严重，俺知道政府会派兵。有样哦。莫落考，下课就转，无留到学校，对无？花莲讲要出事情的，先生请俺去参加处理委员会，俺抵硬反对，不过俺知道应该要参加。我免白偏的，我转3查1零。
干部，通讲21时脱离团到花莲，佢哋安排好势，就开始做人嘞。押走！这位就是你儿子张瑞信是吧？我唔是，老师，还没给他来呀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押回去！阿平，娘喏，昨晚上班时间照落。刚刚去上班的时间，发现诊所本已没退嘞。护士讲，钟先生本病会作走的。作走的？有咩啊你？怎么会？你先转，俺不想爱吃夜班，要要请机会问看哪，先生不能做到哪？刚来先转诊所，你这个要较省一条的，吼。快点。书记，这几天怎么都没有看到所长？他是去哪了？听说军队开始抓人了，怎么没有送到我们看守所来？现在外头兵荒马乱的，金峰首长每天忙着开会啊。我已经听说，21师也抵达花莲，整个状况由军方接管，闹事的抓了以后送到哪，我也不知道。公事一场，奉劝你还是别淌这趟浑水啊！我知道，谢谢书记提醒。怎么会？你来了？你要不要带去做？佢本年严防嘅，做唔掂唔管。我跑破票嘞。可是那是准戏。袁平，昨晚上有没有什么异状啊？你们，接获情报，张太阳的儿子就藏在你们这。
一次比